南投市的南港工业区成功三路附近的这2天落西北雨了后，袂少人哪像是闻到这个阿摩尼亚的臭味。当地里长怀疑讲，可能是工厂趁这落雨天偷偷来排这个垃圾水。即马环保局派人稽查，目前是有针对几间工厂当咧厘清原因。这里味道最明显。这2天落西北雨以后，南投县南投市英丰里才有袂少居民拢有闻到阿摩尼亚的臭味，甚至互人评价会讲，里长讲，逐摆落雨天了后，定定会有工厂偷排废水，怀疑业者是为着要省污染处理费，趁落雨天偷排废水，想袂到雨正紧就停啊，造成臭味传出来。从来也没有那种那么味道那么难闻的，我自己也闻到都快要晕过去了。你赚钱你再赚，你把这一些会污染放在排水沟，这不合理呀。南投县政府环保局接到民众检举了后，嘛来到南港工业区，针对污水来源进行追踪。环保局表示有找到几间可疑的厂商，也有针对厂内污水处理设施敢有正常运作进行稽查。后续卖查验甲监测，看敢真正有业者非法排废水。找到几家疑似可疑的厂商那环保局同仁也紧速的进场针对这个厂里面的污水处理设施相关的这个收集跟相关的处理设备有没有正常运作来做稽查。南投县府环保局呼吁业者按照相关许可内容来处理废水，若是排放量变大，嘛要检视许可资料敢需要申请变更。另外，偷排废水已经违反水污染防治法，会当罚3万以上300万以下罚金，要限期改善。经济重大也要求停工停业。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